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捷运正式通车，讲载客量无正理想。试营运的期间，一天的运量有7万人，正式来通车了后，剩一半，逐天剩33000人次。民众讲，开始收钱了后，坐捷运的意愿嘛降低了。不过，这个交通局甲台中捷运公司拢强调讲，这个下降的运量拢是伫正常的预估的范围内。上班时间来到捷运台中市政府站，坐人是有够少。台中捷运正式通车第4天，人才有够济。感觉变比较少人，可能是要钱关系吧。花差不多一半，可能是因为试营运嘛，不用钱嘛，大家试看看啊，第一次做嘛。试营运的期间，就坐过这个民众特别有感觉，坐人起码减一半。人讲中间开始收钱有关系，记者嘛是坐入到车厢，人客无几个，还有真个位通坐。依照台中捷运提供的资料，30天试营运的期间，总运量有213万人次，平均一天载7万人次。正式通车后，一天运量剩33000人次，坐人足足减一半。这2天的运量的确它会有跟之前在试营运的免费期间会有运量的落差。当然，第1天的礼拜1、礼拜2，事实上运量大概都在28000左右这样上下的运量我想这个部分第一个。运量部分，我们后续还是会跟中介公司来讨论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方案，我们可以来激励民众可以多多搭乘捷运。交通局强调讲，无论是台北捷运还是高雄的捷运通车后，运输的量拢有减少。目前台中捷运的运量变化拢伫个估计范围内，未来会加速联合开发案，并且拍拼推广台中捷运，好民众会想要坐。